哋係嶺南杏兒紀念中學第一隊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係盧溝橋。盧溝橋位於豐台區，跨越永定河，舊稱盧溝河，全長266公尺，高10幾米，動工於1189年，建成於1192年。佢嘅歷史就喺1937年嘅7月7日晚上7點半，日軍駐豐台河邊正三旅團第1聯隊、第3大隊同第8中隊，由隊長清水哲郎率領，喺盧溝橋西北方龍王廟附近舉行軍事演習。當時10點40分，結束演習後，日軍聲稱演習地點傳來槍聲，並有一名叫做志村篤次郎嘅士兵失蹤，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，但遭守城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拒絕，因此日軍挑起衝突。國民革命軍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奮起抵抗軍，在橋東附近的宛平城，雙方開始交戰，直至明日清晨5點左右，日軍炮轟宛平城，最後發生黃津戰。由於呢場事件喺7月7日發生，所以史稱77盧溝橋事變。呢場事件喺中國歷史上相當重要，國共兩黨開始團結一心抵抗日軍。